1988年，台湾启动第一波的南向政策，真侪台商到越南开垦，这过程是相当的艰难。像已经过往的台商越南王啊丁善礼，都用15年的时间开垦南田爬园地，伫个乌志明市打造出全新的市镇。2016年，咱的政府推动新南向的政策。 目前，伫个越南的台商已经超过4000外间，这规模是愈做愈大。伫个全球小越南带动当地快速发展的这个时阵，台商敢要有优势呢？来看记者林志飞甲刘俊南伫个乌志明市的追踪报道。这较早是乌志明市老热的水路，规排厝起伫个水边。 船沿着溪水，将金蕉、青菜等等农产品载到后尾门，拍开正门就会使做生意啊。不过，这款的经济模式甲生活方式，却已经对袂着时代脚步啊。bank home, kitchen and room。加入厝内厝主讲，因一家足够有30-40个人，拢住伫遮。铁厝顶几支茶箍、茶板拄伫个河面。 垃圾水就排入河内底，塑胶桶啊当做洗碗槽。一经这个壁是用捡来房啊围起来，困伫吊床顶，不时有大只鸟鼠为涂骹爬过。他们在这边靠什么生活？做什么工作？đủ thứ á，去水泥工啊，买卖啊，卖咖啡啊，然后骑摩托车载人都有了，一个月大概400月盾。 400万越南盾，差不多是5000几块的新台票，是乌志明市基本的薪资。不过，新厝的介绍一瓶超过45万的台票，住伫溪边的散食人哪会买得起？政府却已经下令，2019年4月要陆续拆迁。 伫对面街，新加坡开发商开始施工起大楼，实际上一栋一栋的大楼早就起伫个四周围。乌志明市旁边是黄金地，各个房地产争霸战，遍地开花。有直升机停机坪68层楼高的金融塔，已经和联马克8亿大楼代替，变成越南上悬的大楼。就敢若越南最近几年来经济发展指数同款，一直冲悬。 1993年我进来的时候，一直到2005年，越南的外汇存底几乎是零。但2005年以后开始累积，现在已经640亿美金了。然后我个人判断是，如果越南的外汇存底达到3000亿或4000亿美金的时候，它的钱会淹脚目。 1988年，前总统李登辉推动南向政策，台湾资金变成进入越南头一个外资来源，后来连续10年是最大的外资。越南从1985年宣布改革开放，然后90年才有外资法的宣布嘛。但是台商在85年之后就开始有人陆续进去了。那越南发给那个外资这个红皮书啊，就是投资的准许书啊，第1张就发给台商。 他们来的时候是以小博大的心态，希望在这里找比较好的案来投资。那包括我们提到的富美新公司啦，或者同奈高尔夫球场、首德高尔夫球场，取得越南比较一些优惠的条件。 当年的开路先锋，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伫乌志明市第7郡的富美兴，面积超过3300公顷的园地。 除了烂土连入去都要坐船，要不越南王丁善礼用15年吞土做绿地，开发出上界繁华的新市镇，更加写下台商伫越南的自定奇迹。伊过身后，顶届2代接班，依然拍拼执行因老爸规划拿度。所以产生很多投资的困难。那另外就是签证取得也困难。 然后我们坐飞机用水电，价钱都跟越南人不一样，而且高低差很多，所以这一些困难刚好我们政府的南向政策进来，帮我们跟越南的政府沟通，取得了改善。30当前，伫双方无邦交的情形下，台商大胆前进越南，我看唔是政治谈判，是合作的争议。套一句英文叫做 "Officially, we are unofficial." But unofficially, we are official。这是台湾骄傲的地方了。虽然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，但是双方已经发展成代表处
跟越南政府各单位之间可以直接的来往。那时候只有台商来，没有什么韩国、日本那时候是没有的，所以其实越南的这些，尤其是一些老官员啊，那对我们台湾的台湾的企业哈，他是非常有情感的啦。台湾土地卖中国乌托邦到设厂做脚踏车、鞋啊、纺织食品，台商规模是愈做愈大。2016年，政府就启动新南向的政策，目前越南台商保守国艺超过4000间。越南政府有合作的经验，开始积极甲其他国家签 FTA 自由贸易协定。一直到2019年，已经签订超过17个 FTA， 因为台湾拢无签。我觉得越南政府政策最成功的就是这30年来，它陆续签了10几个 FTA， 对各个国家采一个开放的这个态度。因为有开放，你才能带来资金、技术，那资金技术你才能培养本地的人才，然后进而发展本地的行业。伫经贸大城乌志明市的基赫路、金头毛、拿小目睭、包头巾，也是性感的辣妹，比过了传统越南女性出现伫共一个场景，这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。未来前进越南的台商面对的不再是民不聊生，爱开路摊草的局面，是要安怎伫个世界舞台迎战更加激烈的竞争。